2年前嘅一條片，我講述咗中三選科嘅經歷，累計已經超過咗11000個 views。咁所以今條片我哋會講下 drop 科。相信好多高中生都喺度糾結緊要唔要退修某一個 elective。咁所以今日我將會以過來人嘅身份去講述小弟當年 drop M2 嘅故事，同埋身為高中生嘅你決定 drop 科嗰時要考慮啲乜嘢。咁喺度想問下大家覺得最困難嘅科目係啲乜嘢呢？咁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咁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幾時開始盤算要 drop 科嘅呢？相信有睇過上一條片嘅朋友都知道啦。我考完 M2 個 second term test 嗰一下啦，咁就都覺得已經唔係好掂啦，因為交8卷噶嘛，大家見到咁有種見唔到希望嘅感覺。咁發覺呢一科唔單止窒礙住我其他科嘅進步啦，仲讀起嚟都覺得好吃力。咁所以迫於無奈之下，唯有放棄我中四嗰時立過嘅 flag 啦，就係無論如何都要 keep 住咬緊牙關讀晒所有 elective 咯，跟住就產生咗呢個 drop M2 嘅念頭。因為其實我當時都唔係好肯定要唔要 drop 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有2個比較大嘅隱憂啦。咁第一個就係驚浪費晒自己學過嘅所有嘢，咁第二個就係一個比較似係精神價值方面咯，就唔想咁輕易放棄，都唔想違背自己曾經立過嘅 flag。咁我只係 WhatsApp 同咗個同學講啦，咁佢就建議我考慮翻我將來嘅前景啊，乜嘢嗰啲因素啦，當然就知。但係其實我都完全係冇諗過我大學要讀啲乜嘢科嘅，當時就因為我哋仲有另外一個 drop 咗 M2 嘅同學，跟住佢叫我問佢啦，咁諗下都覺得其實 drop 咗之後可以再考噶嘛，咁所以就諗住 drop 咗先咯，即係今年唔考住可能各自多1-2年先考咁樣。咁之後我就同咗數學老師又講咗我嘅呢個計劃啦。咁因為佢都係一個升輔組嘅老師嚟嘅，咁所以佢固然好明白讀每一科對學生嗰個升學個影響有幾咁大，咁所以佢都好想極力咁樣挽留我啦。咁就話其實 drop M2 可能冇得讀咩數學系啊之類嗰啲嘢啦，咁可能因為佢考慮到理科人有機會讀數學系嗰啲啦，咁就會變相少咗好多選擇咯。咁樣一開始仲差啲真係信咗，跟住懷疑自己嘅決定，但係之後諗翻下都冇決定到真係要讀數學系咯。加上我哋上一屆嘅 M2 係15個人裡面 drop 剩最拔尖嗰4個嘅，咁而我嘅成績又唔係特別拔尖，所以就相信翻自己嘅決定。另外一支強心針就係教 ICT 個阿 Sir，其實佢都幾多次建議下我哋 drop 科嘅，因為佢同我一樣都覺得其實 drop 走咗一科可以有更加多心力揾其他嘅科，咁就可能減低翻你中英文跛腳嘅機會啦，同埋其他科都可以更加專注到，跟住就提高翻你個 best part 咁樣咯。咁反而會大啲機會入 U 嘅。我就諗緊啦，當時可能中英數再加2個 elective 都已經夠5科可以計到 best part 啦嘛。咁其實有3科你都上次可以 drop 到1科啦，但係我而家有4個 elective 喎，咁樣 drop 走1個係咪應該唔過分呢？咁喺計劃 drop M2 之後咧，其實都仲有一段緩衝時期嘅。咁就係我開始計劃，直到學校首批嘅嗰一段時間，我都仲係有一次嘅 M2 嘅大考咁樣，我都係要考翻嘅。咁相信如果大家決定咗要 drop 科嘅話，咁好多時候都會直接 absent 咗個考試啊，或者直頭交8卷0分咁就算啦咁樣。但係我係好少可咁樣連 drop 科我都好認真去做，即係寫到冇墨都繼續寫嗰種嘅。我係值得留意嘅就係結果我最後係考到20分嘅。當之後老師問起我點解明明都臨 drop 科仲咁認真答卷嗰陣時咧，我就講話我未來可能會再考翻 M2 啊咁樣嗰啲自修嗰啲打算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其實將來你無論 engine 啦、archi 啦、IT 啊咩，就算商科嗰邊都好啊，咁你都不免要接觸翻微積分啊嘛。咁所以其實都冇呢個必要，即係去讀翻啲 M2 中學嗰啲 M2。再加上其實你入到大學都學業繁忙嗰啲，其實你都唔會真係想去讀翻啲 DSE 嘅 M2。咁所以就建議我專注翻而家讀緊嘅科就算。過程中都幾好彩嘅，因為當時老師要簽一張紙，就係話列明我批唔批准我 drop 科同埋 drop 科嘅原因。咁其實佢哋都批准嘅，咁都有理解到我嘅情況，就係話因為可能我比較難兼顧到啲所有嘅科目啦，同埋時間分配上面嘅問題。咁樣所以佢哋都接納咗我 drop 科嘅呢個要求。但係其實都未夠嘅，因為之後仲要寫一個關於 drop 科嘅學習計劃，就寫之後 drop 咗科之後點樣分配時間溫其他科，同埋大學諗住讀啲咩科啊之類嗰啲 points 啦。咁樣其實我係完全冇頭緒點樣寫嘅，原因就係我冇諗過大學要讀啲乜嘢科。當時老師就
就建議我寫住前面嗰個 point 先啦，就係諗住之後點樣分配時間去到温書咁樣咯。而當時都幾認真對待呢張方下啦，咁都度咗幾耐下咯。嗰份嘢嘅 deadline 就係幾日之後嘅中午12點就要親手交到翻俾老師，意味住如果呢個時間交唔到嘅話，咁我就係作唔到科㗎啦。非常之好彩地，我就喺嗰日嘅11點幾達陣寫完嗰份嘢，跟住交到，然之後就差幾十分鐘嘅時間就作唔到㗎啦。作唔到就係幾十分鐘嘅分別，非常之驚異。跟住當我交咗份嘢俾老師之後，佢睇咗份嘢都算滿意咁點咗頭，跟住話其實都寫得幾詳細喎，咁樣記得俾心機讀書啊，佢都非常之鼓勵我嘅。呢張就我嗰個 drop 科證書啦，咁佢就寫咗自7月5號開始就正式 drop 咗 M2 啦。係我 drop 咗 M2 嘅嗰晚，我就出咗個 IG story 話我成功地 drop 咗 M2 啦。跟住然之後有個讀 Poly 嘅師兄就嚟串我啦，就話其實只要你唔係讀文史科咁讀去到大學，你都唔會走得甩嗰啲微積分啊、代數嗰啲嘢啊嘛。咁但係對於一個讀 Phy Chem ICT 嘅典型理科人嚟講，唔會無端端就去讀文科噶嘛。之後先發現我哋級係得2個人 drop 嘅，就唔係好似我以為好似舊年咁樣好多人 drop M2，所以當下都會有少少覺得自己做錯咗決定咯，就係會喺將來嘅學業方面就失去咗優勢啦，咁所以就再次陷入咗懷疑，係非常之耐冇試過嘅。但係諗翻轉頭，發覺自己仲有7科要讀喎，咁樣其實都非常之困難嘅。如果我死頂個 M2 嘅話，可能反而會因小失大，咁所以諗到呢度我先稍微釋懷翻少少。咁而我都有履行翻一開始嘅承諾，咁就會喺趁 drop 科之後嘅時間，咁我都有溫翻多啲其他科咁樣嘅。咁尤其是進步得最大就係數學啦，會覺得結果就一開始 A2 得10零分，就變到最後可以開始研究4心啊、3D 嗰啲最難嘅 topic。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唔 drop M2 嘅話，我係好難可以 make 到一個咁大嘅 progress 咯。咁而其他科都有進步，其實呢個都係未 expect 過嘅，所以都係幾驚喜嘅，都算係。而好明顯啦，我 drop 咗科之後都好 concentrate 喺自己讀嗰啲科咁樣，就憑住啲故事一路去到 DSE 咁樣咯。到最後，雖然我聽過今年嘅 M2 係比較簡單，可能你每 job 都識做嘅，但係都會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無愧嘅選擇，因為始終都係經過自己深思熟慮，為咗 DSE 嘅着想，我先至 drop 呢個 M2。加上其實可能其他科係冇犧牲到，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係問心無愧咯。考完嗰下，再加上其實諗翻 M2 都有14科係讀到第11課嗰陣時先 drop 嘅，所以其實我已經累積咗大部分嘅 M2 嘅基礎。咁所以到時可能家陣大學需要用翻 M2 嗰陣時，我可能淨係溫翻3課，咁我就同有讀 M2 嗰啲冇咩分別㗎啦。咁樣所以不如而家放棄咗，咁樣反而 DSE 又有利啲，跟住第時大學又唔會有損失。咁所以總括而言，我都會覺得 drop M2 係一個無愧的選擇嚟嘅。好啦，咁就講完我 drop 科嘅故事啦。咁我相信屏幕前都會有好多中4、5嘅師弟妹啦。咁所以我嘅建議就會係你唔好因為擔心第時升學而死定一科你哋覺得困難嘅科，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唔 drop 科死定嘅話，咁你個 best 5反而係會係犧牲咗，咁你反而入唔到想入嘅科。相反，如果你果斷咁樣 drop 咗，咁你會更加專注喺剩低嘅科上面，正如我講過，跟住你個 best 5就會進步，咁樣你反而會更加容易入到你想入嘅科，因為你報大學嗰陣時，佢唔會考慮你有冇 drop 過某一科啊之類嗰啲背景，而佢只係會睇你嘅 best 5。換句話嚟講，大學唔會固執到就算你 best 5 35分，但係因為你冇讀一個 elective 就直接唔收你。所以我覺得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呢句係真嘅。我哋呢條片就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都記得按讚同埋分享，同埋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你呢條片就到此為止，拜拜。